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呢個係一個專注、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雖然係一個細頻道，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請你訂閱、點讚，支持我哋繼續報道。東區走廊撞著奪命電單車司機東朗身亡。各位聽眾，以下呢單新聞聽落真係一句講晒，唔係撞車，係撞著。19日下午大約4點21分，柴灣東區走廊發生一宗奪命交通意外。一名58歲姓吳嘅電單車司機駕駛俗稱綿羊仔嘅電單車沿東朗往柴灣方向行駛，去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對開一個右彎位時，懷疑同一隻雀鳥發生碰撞，隨即失控，直撞路邊防撞欄。結果人飛咗出去，車繼續滑。救援人員趕到現場，發現吳姓鐵騎士已經被拋出防撞欄外，頭部重傷，陷入昏迷，隨即送往東區醫院搶救，但最終延至同日下午5點37分被證實不治。趕到現場，真係唔係嚴重兩個字咁簡單。防撞欄外嘅護土牆留下一大片血跡，鮮血沿住牆身一路流落去。現場消息指，死者可能大動脈受創，短時間內大量失血。而更加諷刺嘅係，路面留低嘅唔止血，仲有羽毛。警方喺現場檢走着屍，地面仲發現羽毛同被車剪過、黏喺地面嘅屍骸。一條東區走廊，一邊係趕時間嘅車流，一邊係一隻飛錯高度嘅雀，結果代價就係一條人命。有尾隨事發電單車嘅司機拍低意外一刻嘅車 cam 片段，之後上載到社交平台。片段顯示，當時電單車喺快線行駛，入右彎前，慢線位置已經見到有雀鳥倒臥路面。幾秒之後，電單車突然減速越線，直接衝向左邊防撞欄。鐵騎士飛出欄外，電單車就貼住防撞欄滑行數十米，全程冇翻側，車停得低，人返唔到屋企。拍片司機隨即停車協助報案。死者背景方面，據家屬透露，吳姓鐵騎士從事裝修工程，多年以電單車代步，已婚，育有2名女兒，一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一家人同住柴灣景翠苑。事發當日正值休息日，探望兄長後返屋企途中出事。家屬姐夫形容，得知消息後錯靚，亦只能感嘆一句：意外已經發生，好難改變。19日下午約3點，死者家屬約15人重返事發現場，由道士帶領進行拜祭儀式，整個過程大約半小時。一條東區走廊，平日快到無人記得佢危險；一隻雀，平日細到無人會理。一次意外就提醒大家，馬路從來唔講道理，只講結果。警方表示，仍正調查確實意外原因。記得點讚、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多謝收聽。